鲜花，不需要呵护，却场面灿烂美丽。他们的歌里容纳了百川的清澈，他们的眼睛中包藏了日月的精髓。他们是男人们的骄傲和依赖，他们是高原的灵魂，高原的灵魂。在高原，女人不哭，因为这里的每一座大山都是她们的脊梁。在高原，女人善良，因为这里的每一片草原都在她们的心上。高原的女人就像高原上的鲜花，不需要呵护，却场面灿烂美丽。他们的歌里容纳了百川的清澈，他们的眼睛中包藏了日月的精髓。他们是男人们的骄傲和依赖，他们是高原的灵魂，高原的灵魂。他们是男人们的骄傲和依赖，他们是高原的灵魂，高原的灵魂，高原的灵魂，高原的灵魂。有木杨金怎么样？各位，杨金唱的好不好？文章老师的作品棒不棒？好，我们再用现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文章老师。同时，我们也有请冰雪姐妹，有请次天降错，有请几位来到我们舞台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台上的4位歌手哈，将要为文章老师送上他们的祝福和一份小礼物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礼物是什么哈。杨金先请。哇，哇！谢谢。镜天上圣洁的哈达和一个海螺。来，杨金，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份礼物？其实说要给文章老师送礼物呢，我觉得我最应该送。